想象一下，你手裏面嘅智能手機，響馬路上飛馳嘅電動車，響夜空中閃爍嘅電燈膽，甚至國防導彈嘅精準制導系統，呢啲現代奇蹟嘅背後，都隱藏住一班睇嚟平凡，但係擁有超凡嘅魔力元素。我哋依家就一齊去體驗一下呢場跨越2個世紀嘅科學冒險，去探索一下稀土元素嘅歷史，同埋依家全球嘅供應格局。稀土究竟係啲乜嘢？點解又會咁珍貴？稀土元素一共有17種，佢哋響元素週期表裏面一種叫做蘭系元素區裏面。蘭系元素就好似17個親兄弟金屬，佢哋嘅內部電子結構非常相似，所以化學性質都幾乎一模一樣，經常混埋一齊，好難分開。呢啲物質就係稀土嘅主要部分，帶嚟強大嘅磁力、明亮嘅顏色同特殊功能，令到手機、電動車變得更加厲害。至於點解叫咗做稀土，呢個名字源自18世紀，當時啲人因為佢稀有，開採同提煉難度好高，而且提煉出嚟嘅元素即係氧化物呈現粉末狀態，外觀同埋觸感都好似普通嘅泥土，所以叫咗佢做稀土。其實佢響地殼中並唔算罕有，只係因為佢嘅17種元素分散廣泛，好少形成高濃度獨立礦床。但係一旦集齊再應用響科技中，就爆發咗驚人嘅力量。稀土嘅開始係一個偶然，故事開始響瑞典東岸斯德哥爾摩附近嘅一個叫做伊特比嘅小村莊裏面。1787年，一個叫做卡爾柯克塞爾嘅軍人，響一個礦工場偶然咁掘到一塊黑色嘅重礦石，於是拎咗返屋企研究。直到1794年，一個叫約翰加多林嘅芬蘭化學家響礦石裏面分解出一種叫做鈾嘅氧化物，呢種物質就係第一種俾人識別到嘅稀土化合物。之後嘅150多年間，化學家開展咗一場尋寶遊戲，陸續揾齊晒17種屬於稀土嘅元素。其中最重要嘅發現，要數到奧地利化學家卡爾維爾斯巴克響1885年成功咁用鈽同土呢2種元素發明咗氣燈罩，令到城市街道首次亮起持久嘅白光。呢次係第一次將稀土用響商業應用。直到1913年，佢嘅公司已賣出咗3億個鈽氣燈罩。1907年，最後一種穩定嘅稀土元素鋁被發現。呢個亦都係稀土元素中最堅硬、最稀有嘅一種。1945年，美國嘅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人工合成咗放射性嘅鈽，至此17種稀土全部歸隊。1960年代，彩色電視機興起，為咗令到電視畫面色彩更加鮮豔，需要用一種紅色熒光粉，而呢種熒光粉亦係稀土元素做出嚟嘅。因此，稀土需求第一次爆炸式增長。美國加州嘅柏斯礦山成為咗主要供應地。1980年代，中國開始大規模開發內蒙古嘅白雲鄂博礦區，憑住豐富嘅資源、低成本同國家政策支持，迅速崛起。到咗1990年代，中國已經開始主導咗全球嘅稀土供應。今時今日，稀土已經由科學上面嘅珍貴物料變成咗地緣政治嘅籌碼，全球供應高度集中，但多元化趨勢亦都正在加速。現時全球已知稀土氧化物儲量大約9000萬噸，中國擁有大約4400萬噸，大約為全球嘅49%。巴西擁有大約2100萬噸，印度約有720萬噸，其餘嘅澳洲、俄羅斯、越南各有大約300到600萬噸，美國大約有180萬噸。呢7個國家擁有咗全球嘅97%嘅產量。中國唔單止係儲存量最大，白雲鄂博礦區除咗礦產之外，仲有生鐵、銅鋰等等嘅各種金屬，綜合開發優勢好明顯。中國嘅主導地位，除咗資源，仲有技術積累、規模經濟同早期投資。1990年代，中國嘅低成本生產曾導致美國嘅柏斯礦山關閉，
但亦都引發咗全球警覺。近年，美國嘅國防生產法資助本土工業，澳洲萊納斯稀土公司響馬來西亞同德州建廠，日本、歐盟投資非洲同澳洲項目，越南、巴西、格陵蘭等等嘅地方開始着手響新礦嘅開發，但係環保、技術同資本門檻極高，短期內難以撼動中國嘅地位。稀土開採涉及放射性物料，環保壓力大。中國近年加強咗環保，整頓礦場，同時對出口管制日趨嚴謹，全球正推動回收利用同埋揾緊一啲替代技術。但係稀土嘅獨特性令到其他替代品短期難以取替，供應嘅瓶頸仍然存在。去到2026年，稀土價格嘅波動仲係影響緊電動車、風電等等嘅產業。稀土係現代科技嘅隱形引擎，用量雖少，但係就唔可以缺少。佢哋嘅應用橫跨物理、化學同材料科學，例如電動車。一台特斯拉電動車摩打需要數公斤嘅鋁磁鐵，稀土磁鐵令到摩打效能更高、更輕便，同埋續航更加長。添加咗的之後，更加可以提升高溫性能，應對高速駕駛熱量。又例如大型嘅海上風機需要使用稀土永磁發電機，無需齒輪箱，效率高，維護少。呢啲就係實現碳中和嘅關鍵。其餘好似手機震動摩打、耳機、硬碟、醫療影像機，都係靠稀土磁鐵精準咁去控制磁場。另外好似電腦熒幕、慳電燈膽、電視、手機，甚至海底電纜同埋銀紙嘅防偽超熒光等等，都用上咗稀土嘅物料。稀土更加係綠色未來嘅依賴，不論電動車、風電、太陽能都需要稀土。預計到2030年，需求將大幅增長，回收技術正在發展，但效率仍待提升。稀土毒性低，但開採環保成本高，供應集中，引發價格波動。科學家正研發替代品，例如鐵氮磁鐵，但係稀土嘅綜合性能暫時仍然無法完美取替。從伊特比川嘅黑石到今日嘅科技基石，稀土見證咗人類從蒸汽時代到數位綠色時代嘅躍進。佢哋唔係稀有，而係珍貴，因為獨特物理化學性質同供應格局。我哋相信透過國際合作、技術創新同環保開採，稀土將繼續照亮人類未來，而非成為衝突嘅源頭。下次當你攞起手機嘅時候，不妨諗一諗嗰啲隱藏嘅17種魔法元素。佢哋雖然微小，但係令到世界大不同。科學永無止境，等我們繼續探索宇宙嘅奧秘，繼續去發掘地球深處嘅寶藏。